上一集同大家分享咗我哋5日4夜加拿大東岸之旅嘅滿地可行程，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今次旅程中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就係住宿啦。因為今次我哋一行7個人，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所以揀住宿咧唔可以淨係睇價錢，仲要考慮埋空間、交通、停車同埋煮食嘅方便程度。今次5日4夜，我哋總共有3個唔同嘅住宿體驗，由滿地可嘅 Airbnb 到魁北克市酒店，再到翠湖山最後一晚嘅全新 Airbnb。究竟 Airbnb 係咪一定平過酒店呢？一家大細去旅行又應該點樣揀？今集咧就一次過同大家分享。第一晚我哋入住滿地可呢一間嘅 Airbnb。今次揀呢度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位置咧真係幾方便噶。呢度其實已經屬於滿地可市中心嘅範圍，落街行幾分鐘咧就係好多人都會去朝聖嘅 St. Catherine Street。附近仲有好多餐廳、cafe， 對面咧就已經有便利店啦。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滿地可旅遊呢，我都覺得住呢一區都幾唔錯噶。自駕去舊城區或者其他景點都只係10零分鐘。而且附近都有地鐵站，如果唔揸車咧，都一樣咁方便。而家即刻同大家開箱呢一間嘅 Airbnb 先。呢個單位咧總共有3間嘅睡房，再加一個咧開放式嘅廚房、客廳同埋飯廳，仲有2個嘅洗手間，仲有洗衫房。一般嘅清潔用品咧已經俾埋你噶啦。呢個單位咧仲包咗一個車位添噶，有齊晒啲清潔用品。呢個浴缸加企缸咁啦，跟住睇下呢間，哦係洗衫嘅地方。呢一間，哦好靚喎，一張嘅 Queen size 嘅床。當然啦，呢度咧都有個衣櫃，跟住呢一邊係另外一間房，都係有一個衣櫃。跟住咧入嚟咧就係廳啦，呢個廚房。嗱，啲碗碟咧都喺晒度啦。嗱，呢一度咧亦都有咖啡機、多士爐。嗱，想喺度咧煮下早餐咧都有爐頭嘅，亦都有熱水煲，有一啲嘅廚具。好啦，睇下呢度先。嗱，呢度啲櫃齊晒噶啦。一邊咧就係飯廳。嗱，呢一邊咧就係客廳嘅位置，客廳後面咧係另外一間嘅睡房啊。所以咧呢一間嘅 Airbnb 咧總共有3間房，咁我哋咧6大1小，啱啱好。嗱，呢一間咧應該係咧主人房嚟嘅，所以咧見到咧有 walk-in closet 啦。再入去咧，先至係洗手間嚟嘅。嗱，咁呢個洗手間咧就唔係浴缸啦，係全企缸嚟嘅。呢度咧客廳出去咧就係露台啦，但個露台咧係高咗2級啊，要擒上去嘅。哇！自己有個小天地啊！我就真係好中意呢一個超大嘅露台啊！夜晚有時間喺度咧坐下咧吹下風咧，都感覺幾舒服噶。大家見唔見到啊？呢度咧個窿入邊啊，有張餐台仔噶。睇下呢度幾特別，無端端咧呢一個位咧露台仔咁樣咧，有張2人台嘅喎。但係呢度咧就冇乜景觀嘅。
哇，睇嚟咧呢一度咧都幾舒服。好啦，休息一晚，聽日繼續行程。同埋咧呢一個位置咧都唔錯嘅，呢度咧隔離咧已經係咧行街聖地啊，聖 Catherine 嗰條街嚟㗎。我哋今次住宿一晚嘅價錢咧就係879蚊嘅加幣，平均每人咧就大約咧126蚊左右啦。如果我哋要改住酒店嘅話咧，就最少要訂3間房，所以咧我覺得咧 Airbnb 咧真係會抵玩好多㗎。如果10分滿分嘅話咧，我會俾呢一度咧都有8分㗎，因為咧位置都方便啦，空間亦都夠大。唯一要留意嘅咧就係如果咧只係2個人旅行啊，或者少人啲嘅話咧，可能咧住酒店咧就會比較划算啦。第2、3晚咧，我哋都係去咗 Quebec City。原本我哋計劃咧同第1晚一樣，繼續租 Airbnb 嘅。始終咧7個人一齊住咧，大屋嘅感覺咧就會舒服啲。不過咧揾咗好耐之後咧，發現舊城區附近嘅 Airbnb 咧選擇咧就唔係好多，而且暑假屬於旅遊旺季，價錢普遍都比較高，所以咧最後咧我哋計過條數咧，竟然發現租3間酒店房住2晚咧，總值咧都係1270蚊加幣，仲平過唔少嘅 Airbnb， 所以決定咧就訂呢一間嘅酒店啦。呢間酒店以前咧就屬於 Best Western Plus， 而家咧就加入咗 World Hotels Distinctive Collection， 所以近年咧房間同公共空間咧都做過翻新，整體嘅感覺咧都幾新淨㗎。由酒店咧步行去舊城區咧就大約咧15至20分鐘左右，如果咧自己揸車咧就更加方便啦。所以我覺得住呢度咧其實咧可以避開舊城區嘅酒店較高嘅房價，又唔會離主要嘅景點太遠。至於早餐方面呢，酒店本身咧都有餐廳咧供應早餐嘅，不過咧就唔包喺房價裡面嘅。不過呢一點咧，我哋反而咧覺得唔係問題喎，因為酒店附近咧步行1-2分鐘咧已經有好幾間嘅特色 cafe 噶啦。呢度咧就睇到咧樓下嗰個咧食早餐嘅位置啦。我哋咧就試咗其中2間嘅 cafe， 價錢咧都幾合理嘅，食物質素都唔錯。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分享。酒店咧除咗有暖水泳池同埋健身室之外咧，我仲發現到有呢一部嘅水機啊！呢個絕對係隱藏嘅加分位。酒店呢度仲有一間餐廳，而家一齊上嚟睇下咧，究竟我1連2晚住嘅呢一間房係點嘅樣噶啦。好啦，入到嚟呢，就係見到一張呢 King size 大床，另外一張呢細嘅 sofa， 電視書台，呢一度呢亦都有部咖啡機，有個雪櫃仔，睇下呢一度嘅風景先。哇，都幾靚喎，好開揚喎！呢一度嘅衣櫃有埋燙衫板，咦？呢度有夾萬仔啊！門口隔離洗手間，有啲嘅梳洗用品。洗手間裏面呢，呢一個呢就係浴缸嘅設計，亦都有齊晒呢 shampoo 同 body wash 噶啦。呢度呢就舊式啲啦，用浴簾嘅。床頭呢都有齊晒叉電位，另外一邊床頭嘅叉電位。總括嚟講，我覺得呢一間酒店咧最大嘅優點咧就係性價比啦。平均每間房咧大約咧200零蚊加幣左右咧，對於暑假旺季嚟講咧，我都覺得算係抵住噶啦。位置都算方便，又有泳池又有健身室，附近咧亦都有唔少嘅 cafe 同餐廳，去舊城區咧又唔算好遠。如果10分滿分嘅話咧，我都會俾佢7.8分。要留意嘅咧就係佢哋咧雖然有室內嘅停車場，但係咧係需要另外嘅收費。
呢一間呢未必係最豪華嘅酒店，但係今次嘅價錢啦、位置啦同埋整體嘅住宿體驗呢，我覺得呢真係幾值得推薦俾大家。2 days later，嚟到行程嘅最後一晚啦，我哋咧離開魁北克市，直接咧就去咗 Mont Tremblant 翠湖山度假村出發。如果大家冬天有嚟加拿大滑雪嘅話咧，相信對 Mont Tremblant 一定唔陌生噶啦。呢度可以話係加拿大東岸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滑雪度假勝地，而夏天咧就會變成避暑嘅度假勝地，可以玩纜車啦、行山啦、踩下單車、獨木舟或者打下高爾夫球，一年四季咧都好受歡迎噶。不過如果想直接住喺滑雪村入邊嘅酒店呢，價錢呢都通常呢唔平㗎，尤其係冬天嘅旺季啊，一晚隨時要幾百蚊至到成千蚊加幣。所以今次我哋就揀咗呢住喺距離呢 Mont Tremblant 大約10分鐘車程嘅 Airbnb， 希望呢就可以慳返啲住宿費。呢度位於一個新發展嘅住宅度假區，附近仲有一個細嘅 casino， 如果夜晚想去玩返兩手或者食返個晚飯嘅話呢，都幾方便。不過我哋一到埗咧，先至發現咧，原來咧成個屋苑咧係真係非常之新啊，新到咧有啲咧仲係起緊嘅，所以周圍咧都會見到一啲嘅地盤啦，未算係完全發展成熟噶。今次呢一個單位咧，同樣咧都係有3間嘅睡房，而其中有一間咧仲係上下格床，可以瞓到4個人嘅。如果大家咧一家人啦，或者有幾個朋友一齊嚟咧，就算8個人一齊入住咧，我都覺得應該冇問題嘅。講返今次最吸引我嘅地方咧，一定就係價錢啦。呢一間 Airbnb 咧，一晚咧只係需要咧450幾蚊嘅加幣啊，7個人平均計返咧，每人只係60幾蚊一晚。如果比較返呢滑雪村入邊嘅酒店呢，真係平好多啊！所以我覺得呢性價比呢非常之高。上格呢係雙人嘅，下格都係呢雙人床嚟嘅。對住另外一間房都係有張 Queen size 床。呢度有張被，床頭位置，跟住再入嚟有一個洗衣房，再有呢一間大房，應該係間主人套房啦。有張 King size 床，有個大衣櫃。再呢一邊入嚟呢，就係洗手間，雙星盤。呢一度呢，就係沖涼嘅位置。呢一邊啲櫃呢，麻麻地啊，有廁紙。呢一個位置呢，就係 toilet。主人房隔離呢，另外有一個洗手間嘅，咁呢一個應該係俾其他房 share 用啦。咁呢一個呢，都係浴缸加企缸嘅設計，洗頭水、護髮素嗰啲都齊晒啦。同大家呢睇下呢一度嘅露台啊，有張餐台啦，除咗餐台之外呢，仲有個燒烤爐嘅，咁鍾意燒嘢食嘅話呢都可以啦。環境就係咁啦，大家見唔見到啊？係好新㗎，個地盤呢係未完工㗎，基本上呢好似其他呢啲 building 呢係未有人住㗎喎。咁呢一度呢，去返呢 Mont Tremblant 嗰個滑雪場地呢，就都要幾分鐘車程咁樣啦。附近呢一度呢有間 casino 嘅。咁呢一個廚房都幾大嘅，睇下啲嘢齊唔齊先。都有少少咖啡啊調味料嘅，雪櫃就冇嘢噶啦。唔係喎，都有少少調味料喎。
呢度亦都有部咖啡機。呢度呢，呢啲都齊晒㗎啦，煲煲撐撐喺晒度。另外呢一邊有洗碗碟機啦，同埋一個 microwave 啊。大致上就係咁啦。以今晚嘅價錢咧，呢一度咧租咧400幾蚊咧，我覺得咧都非常之超值啊！因為咧足足咧都住到咧6個人嘅，因為有3間房啊嘛。不過咧呢一度一出 lift 咧，就見到呢一塊大鏡啊，真係自己嚇親自己嘅。琴日咧咪話咧呢一度咧好新嘅。依家 show 俾大家睇咧，究竟有幾新啦？大家咧如果見到嘅話咧，啲工程車咧今朝咧好早咧就已經開緊工嘞喎。但係咧經過咧一晚嘅住宿咧，我就發覺咧呢一個 Airbnb 咧都有少少問題嘅。第一咧，我瞓嗰間房咧係完全咧係冇冷氣嘅喎。咁就算呢個洗手間咧，我覺得咧都係比較局促嘅。如果大家咧睇呢度咧要租嘅時候咧，就要注意一下啦。琴日咧揾咗一啲嘅放租嘅資料咧，原來咧有啲嘅單位咧係真係好新啊！呢1-2個月咧先至收樓嘅咋。咁所以咧估計咧將來咧呢一度咧整好晒嘅時候咧，應該咧都幾靚嘅。咁但係咧可能到時咧個價錢咧又會貴啲啦。如果10分滿分嘅話咧，呢一間咧我會俾咧8分到啦。總括今次加拿大東岸5日4夜嘅自駕遊呢，我覺得住宿真係會影響成個旅遊嘅體驗㗎。今次由滿地可、魁北克市到 Mont Tremblant， 我哋分別體驗咗 Airbnb 同埋酒店，各有唔同嘅優點。最重要都係按自己嘅行程、人數同預算去選擇最適合自己嘅住宿。希望今集嘅分享可以幫到準備去加拿大東岸自由行或者一家大細自駕遊嘅朋友，喺計劃行程嗰陣時有一個參考。下一集我會正式帶大家遊覽充滿歐洲風情嘅魁北克市，同大家分享古城必去景點同埋特色嘅美食。如果唔想錯過，記得免費訂閱我呢個頻道，讚好同埋分享埋呢條影片。我哋下一集再見。